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啊。嗱，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新聞呢？咁最近有單新聞呢，就係講嚟緊2026年1月1號公營嘅醫療費用呢就會有調整啦。咁而喺大家申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呢，就可以由2025年11月3號開始呢就可以申請嘅。咁究竟申請程序要點樣做呢？同埋呢一個申請原來呢正在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大部分呢都可以申請嘅。咁呢個程序呢，就可以幫助大家減省一啲醫療開支啦，可以減輕大家嘅經濟負擔。所以呢，思思賢呢就根據新聞嘅資料啦，就製作影片同大家分享資訊啦。好，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咁重點擺上前邊先啦，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呢，其實就11月份已經可以申請啦。咁啊，申請用於嚟緊2026年1月1號起新嘅醫療收費方面進行醫療費用減免。咁其實佢個原理係點樣計嘅呢？就係用翻一個叫家庭入息中位數而釐定，咁係進行一個叫部分減免醫療費用啊，定係全額減免醫療費用？如果大家家庭收入係低過家庭入息中位數嘅75%，咁就係可以獲得全額減免嘅。咁如果家庭收入係介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75%至到100%，咁就可以進行部分減免啦。咁而至於一人家庭嘅計算方法會有彈性嘅，就係介乎於入息中位數75%至到150%，都係可以進行部分減免。咁大家呢，就可以撳停螢光幕睇翻呢一個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嘅數據嚟做一個參考，但係記住呢個數據只係能夠用於參考之用啫，因為呢啲數據呢定期都會更新，咁所以大家呢，只係能夠大約知道個範圍啦。實際情況呢，應該都要向翻申請嘅單位呢去查詢啦。咁舉個例子，如果係長者夫婦2人家庭呢，咁大家基本呢就係見到家庭人數2個嘅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呢就係21,800蚊，咁而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嘅75%呢就係16,350蚊。咁所以只要夫婦2人嘅收入係低過16,350蚊呢，咁基本上呢都係已經符合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嘅全額減免嘅基本資格。咁當然除咗入息審查之外，資產方面呢都要審查嘅。咁由2026年1月1號開始，有關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資產限額方面呢，就會改用呢一個申請公屋嘅資產限額嚟做一個劃線嘅。咁而嗰個家庭如果每個長者成員呢都可以獲得提升168000嘅資產上限。咁呢度思思然提一提大家，基本上長者生活津貼嘅家庭呢，例如係獨居長者啦，或者係長者夫婦2人呢，本身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呢，已經都係本身符合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嘅資產限額嘅上限嘅啦。不過如果你個家庭除咗長者之外呢，有其他成員呢，咁就可以參考螢光幕左手邊資產淨值限額嘅一個參考數值啦。咁但係提多大家一次，因為呢啲嘅數值呢都會定期更新，螢光幕上面嘅資料只係用嚟參考之用。詳細情況呢，病人係應該要向各個公立醫院或者係診所嘅醫務社會服務部，亦都即係醫院社工啦。另外就係社會福利署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啦，或者係其他指定服務單位去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咁同埋，因為剛剛都提過長者生活津貼啦，咁所以呢都有得提一提大家，長者生活津貼一人份量就係4250蚊啦，2人份量就係8500蚊。咁基本上，如果應付完屋租之後，再應付醫療開支呢，基本上都係比較上有壓力嘅。咁所以都建議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家庭，如果嚟緊出年1月，即係2026年嘅1月或者係2月已經係預約咗進行覆診啊、睇醫生，而係需要進行呢啲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嘅申請嘅話呢，咁就由11月開始同埋12月就分別可以為來年1月同埋來年2月嘅醫療動作去進行一個醫療費用減免嘅申請㗎啦。咁而長者生活津貼每月入息限額呢度要留意，因為我剛剛提及有關全額減免嘅呢，夫婦嘅嗰個數值係16,350蚊嘅。咁係稍為低過於本身夫婦嘅入息限額嘅。咁而有關長者生活津貼嘅每月入息限額方面，
單身人士就係10,770蚊啦，夫婦二人就係16,440蚊啦。而資產限額方面，單身人士就係40,600,000，而夫婦二人就係61,600,000。咁本身喺資產限額方面呢，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都係符合申請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㗎啦。咁只不過就係要留意，就係單身人士如果要申請全額醫療費用減免嘅呢，咁每月入息呢就要喺7,575蚊以內，而夫婦二人呢就係16,350蚊以內啦。跟住就係講翻新聞嘅狼啦，咁就醫院管理局喺2025年10月31號公佈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入邊嘅申請安排，已經預約咗喺2026年喺公立醫院應診嘅病人，如果需要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呢，最早就可以分階段喺2025年11月開始就預先遞交申請。醫管局亦都會喺2026年嘅1至3月期間採取特別過渡安排，方便有需要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嘅市民呢，醫管局已經設立專責嘅隊伍，協助病人處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嘅相關事宜。而醫管局發言人就講，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將會喺2026年1月1號實施，醫管局會同步引進一系列嘅加強保障病人嘅措施，當中包括優化現時嘅醫療費用減免機制，讓合資格嘅受惠人士由30萬增加到140萬。而為咗處理新增嘅醫療費用減免申請，醫管局喺2026年1月至3月過渡期間會採取一系列特別過渡安排，以方便病人適時獲知審批結果。而有關特別過渡安排方面，例如係病人如果已經預約咗喺2026年嘅1月或者係2月喺公立醫院應診，就可以喺就診之前嘅2個月，亦都即係分別係2025年嘅11月或者係12月呢，就提交所需要嘅證明文件。病人嘅申請呢，就將會獲得預先審核，合資格嘅人士呢，就可以喺2026年嘅1月1號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之後呢，就喺覆診之前就會獲得發放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以及而有經濟困難嘅病人呢，如果需要即日或者係緊急接受治療呢，但係又未能夠提供相關嘅文件完成經濟審查，醫管局呢就會喺過渡期間發出有條件減免、豁免全額或者係部分嘅醫療費用。而合資格嘅病人只要需要喺3個月內補交相關文件呢，通過審查之後都可以獲得發放正式醫療費用減免嘅證明書。與此同時，已經持有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無論係全額或者係部分減免嘅病人呢，都可以繼續獲得減免，而無需要重新申請嘅，直至到去證明書有效期完結為止。若果病人現時呢係持有部分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亦都即係部分減免啦，係符合放寬之後嘅全額減免嘅資格嘅話呢，咁病人亦都可以喺2026年起喺預約就診前3個月內，或者係住院後嘅3個月內，前往醫務社會服務部聲明財務狀況冇顯著變化之後呢，就可以根據新嘅準則而獲得全額豁免，無需要再次進行評估。而有效期呢，就會至到去原有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嘅到期日。作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嘅重要部分，醫療費用減免嘅門檻將會喺2026年嘅1月1號起放寬，其中收入限額嘅放寬至到去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嘅100%，呢個就適用於2人或者係以上嘅家庭。另外就係每月入息中位數嘅150%，呢個適用於1人家庭住戶。而資產限額放寬到去申請公屋嘅資產限額。此外，醫療費用減免申請程序以及涵蓋嘅範圍亦都會優化，以進一步便利市民。當中包括放寬家庭嘅定義，與申請人冇密切關係嘅同住家庭成員呢，或者係可以無需要納入經濟審查。擴闊有限期嘅醫療費用減免涵蓋範圍，至到偶發性家庭醫學門診服務，並且會延長最長12個月嘅減免有效期至18個月。病人如果喺18個月內再次申請減免呢，只要需要簽署聲明書確認家庭財政狀況不變，就無需要重新提交經濟文件作出審查。病人可以喺公立醫院或者係診所嘅醫務社會服務部，另外就係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係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或者係其他指定嘅服務單位去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市民亦都可以透過醫管局嘅手機應用程式 HA Go 或者係叫做蝦高啦，去登入呢一個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去了解醫療費用減免嘅申請方法，同埋透過 HA Go 或者係蝦高或者係登入醫管局嘅網頁入邊呢，熒光幕顯示個網址入邊會有一個經濟審查計算嘅程式，去幫助大家分析進行網上初步評估係咪合乎申請資格。記住呢個程式只係幫助大家進行初步評估啫，呢個係唔係計算做正式申請嘅。正式申請記住去揾翻醫院社工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或者係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去正式處理申請手續。醫管局會善用市民喺社福或者係其他政府資助計劃以下已經登記嘅經濟審查資格，作為醫管局處理費用豁免申請嘅參考，務求各種安排同埋處理程序盡量清晰同埋簡便。醫管局亦都會逐步電子化評估嘅過程，喺今年年底會讓申請人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HA Go 蝦高查閱申請進度同埋上傳文件等等，目標喺出年第3季可以喺網上進行申請程序。發言人亦都補充，醫管局喺11月起就會設立專責嘅隊伍，確保旗下各個公立醫院收到嘅醫療費用減免申請都會得到適時嘅處理。另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由2026年1月生效之後，東華三院將會繼續肩負喺救病請危嘅使命，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免費嘅門診服務。符合資格嘅人士喺東華東院、東華醫院同埋廣華醫院嘅門診服務求診將會繼續就會獲得豁免繳付下列費用，包括家庭醫學診所不包括綜合診所嘅診治同埋處方藥物嘅費用。另外，專科門診診所不包括綜合診所同埋專職醫療診所嘅診治費用，呢一個就只適用於75歲或者以上，又或者係12歲或以下符合資格嘅人士。跟住就提一提大家，如果有其他服務需要，可以致電唔同類型嘅熱線，當中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當然亦都可以去到你區域就近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等等，去查詢同埋尋求協助。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思千嘅頻道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因為嚟緊呢一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就可以喺11月開始正式申請，適用於2026年1月之後嘅求診。咁所以呢啲又提一提大家，因為之前有觀眾留言係未能夠申請嘅，因為呢一個係11月先至開始接受處理嚟緊2026年1月之後嘅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嘅申請。咁所以大家記住將影片去分享俾身邊嘅人，讓佢哋知道啦。而其次就係如果你係有關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尤其是係65至到74歲之間嘅人士要留意，就係有關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嘅部分減免定係全額減免嗰個資格，要睇清楚之間嘅分別。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